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教育调级的新制度实施满1年了。今年开始，美国来增加实战的演练，也就是教育调级的人员第一届甲军人士兵合体来实战的演练，再去到伫个宜兰协天宫的庙口就地来操演。方向。 东幺五，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来定实赛步枪含机枪操作的方式，全部人装备真胶全，伫咧宜兰协天宫路口进行调兵，来备战实战操演。 新制度调兵满1年，训练14天，营区内底射击训练和战斗教练，嘛伫咧今年加入新的元素。这次除了结合实战化的训练之外，也把重点放在射击和战斗技能上面，来提升整体的一个国军的战斗技能。那我们要再去哪？ 前线部署规划备战，伫咧第一线作战的阿兵哥头一摆爱和调兵人员合作，预计23号进行实战实弹演练，来提升反应能力。唔然呢，各这课程计划，拢必须伫咧2礼拜来完成。这个课程当中，我们会预续完成这些包含相对性敌情的分析、沙盘的推演，那么全营进入战术位置来执行阵地的编程、战力的保存、反攻机枪的作战、逆袭跟恢复阵地等等作战的行动分段演练。国际情势紧张，和台湾培拢爱变正严，调兵训练袂过再是精神发声，摒扫营区，实这操演和前线阿兵哥做伙备战训练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